支持翠湖廉潔，黑箱作業全港知，更換法團莫遲疑。各位好，我係馮長添。過去16年我都係呢度嘅法團嘅委員。我哋嗰個監督維修嘅機制行之有效。我翻去睇過，我哋由大維修開始到而家，我哋收到業主佢反映嘅關於維修工程嘅一啲嘅意見，總共係1034項。再睇睇已經完成處理嘅呢，係大部分。有一部分繼續跟進，如果有人執咗一啲繼續跟進嘅事項出嚟，就無限擴張，就話啲人未做好咧，大家就知道佢哋喺度做緊嘢。嗱，點解咧？你做任何工程，你都知道自然係不斷都會發現一啲嘅問題。工程未完，繼續去做呢啲嘅改善咧，係冇問題嘅。你諗下，佢哋點可以監督個維修咧？連維修費都唔交，你諗下，佢哋點解唔知咧？大家好，我係7號嘅參選人郭偉忠，喺翠湖居住咗18年，參加法團工作都差唔多有2年啦。我哋法團一直都好嚴謹咁監察住大維修嘅每一個工程嘅進行，從來都冇俾一啲偷工減料貨不對版嘅情況發生過。因為我哋一直都通過翠湖且嘅工程管理同埋議會去盯住每一個工程，確保基本嘅設計同埋用料都係符合標書或者大會通過嘅意願先至放行。最近有啲人指控樓群外牆鋪磚貨不對版嘅話咧，呢啲都係謠言嘅啫。目的就係要中傷我哋法團，佢哋利用外牆最初有好多個不同材料嘅方案選擇嚟混淆視聽，白黑我哋。希望大家唔好俾呢啲人繼續支持黎國良議員嘅團隊，利用我哋嘅工程資金嘅經驗去監察呢個大維修項目。各位翠湖業主，你好，我係2號候選人趙士芳。我希望做好大維修，共建美好家園。喺呢度，我想澄清個謠言，有人話喺整個大維修由420天去到延誤到800天，呢個係謬誤嚟嘅。因為承建商喺搭棚期間覺得既然係搭棚，特別送咗呢個係更換咗消防窗嘅工程，咁中間嚟講咧，我係因為呢個贈送，我哋增加咗60天嘅工程，加上舊年係雨天，所以嚟講就加咗係大約60天嘅工程。total 嚟講有550天嘅完工期，由舊年開始到而家，即都未夠480天。點解可能而家有人報告就話整個工程已 delay 咗去到800天？我希望大家擘大眼望一望，如果有啲人佢係放咁多謠言嘅時候，如果係做咗監管、做咗法團委員，對呢個維修有一定嘅好大影響。多謝大家。大家好，我係7號嘅參選人郭偉忠，喺翠湖居住咗18年，參加法團工作都差唔多有2年啦。我哋法團一直都好嚴謹咁監察住大維修嘅每一個工程嘅進行，從來都冇俾一啲偷工減料貨不對版嘅情況發生過。因為我哋一直都通過翠湖且嘅工程管理同埋議會去盯住每一個工程，確保基本嘅設計同埋用料都係符合標書或者大會通過嘅意願先至放行。最近有啲人指控樓群外牆鋪磚貨不對版嘅話咧，呢啲都係謠言嘅啫。目的就係要中傷我哋法團，佢哋利用外牆最初有好多個不同材料嘅方案選擇嚟混淆視聽，白黑我哋。希望大家唔好俾呢啲人繼續支持黎國良議員嘅團隊，利用我哋嘅工程資金嘅經驗去監察呢個大維修項目。各位好，我係馮長添。過去16年我都係呢度嘅法團嘅委員。我哋嗰個監督維修嘅機制行之有效。我翻去睇過，我哋由大維修開始到而家，我哋收到業主佢反映嘅關於維修工程嘅一啲嘅意見，總共係1034項。
再睇睇已經完成處理嘅呢，係大部分，有一部分繼續跟進。如果有人執咗一啲繼續跟進嘅事項出嚟，就無限擴張，就話啲嘢未做好呢，大家就知道佢哋喺度做緊嘢。嗱，點解呢？你做任何工程，你都知道自然係不斷都會發現一啲嘅問題。工程未完，繼續去做呢啲嘅改善呢，係冇問題嘅。你諗下，佢哋點可以監督個維修呢？連維修費都唔交，你諗下，佢哋點解唔接受？各位巡迴業主，你好，我係2號候選人趙士芳。我希望做好大維修，共建美好家園。喺呢度，我想澄清個謠言，有人話喺整個大維修由420天去到延到800天，呢個係謬誤嚟嘅。因為承建商因為喺搭棚期間覺得既然係搭棚，特別掃咗呢個係更換咗消防窗嘅工程，咁中間嚟講呢，我係即係嗰啲陣數，我哋增加咗60天嘅工程，加上舊年係雨天，所以嚟講就加咗係大約60天嘅工程。total 嚟講有550天嘅完工期，由舊年開始到而家，即都未夠480天。點解可能而家有人報告就話整個工程已經 delay 咗去到800天？我希望大家擘大眼望一望，如果有啲人佢係放咁多謠言嘅時候，如果係做咗監管、做咗法團委員，對呢個維修有一定嘅好大影響。多謝大家。